台南会展中心，是我们国贸局在我们台南投资的一个重大工程，经费大概有20亿。那其中最主要的展览馆，大概有3200平，它可以容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展示馆呢、展示场呢，大概有600个摊位，那也可以做一些活动的使用。那一共可以容纳大概有这个6000人，5000人到6000人。那除了这个展示空间以外呢，那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开会的这个场所，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特色，它也重视我们台南的文化，所以它的外墙呢是红砖色的，因为我们的古迹很多都是红砖。那这个展馆的这个主梁呢，它的一个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它是钢构，而且呢，它也注意到我们台南就是靠海边，那所以我们有昆生这种意象，所以它的这个主梁是鱼骨的这个意象。有一座全台湾最先进，那也是设备最好的一个会展中心，就在归仁。那归仁这里，在过去这几年来，那从中央到地方，都投入相当多的经费，来营造我们所谓的智慧绿能科学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计划。那同时呢，最近我们的三井Outlet一样坐落在归仁的高铁特定区这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归仁人在地的这些乡亲相当的有感，而且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可以说是对归仁在地的经济发展帮忙相当的多，也相当的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会展中心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可是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的成分。然后它屋顶又是太阳能，又有这个绿能的绿色的建筑的这个意涵，所以是兼容把这个科技跟文化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就像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可是也是一个科技新都，它也建构了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归仁沙仑这个地方是智慧绿能科技城，所以说它所绽放出来，它展现的这个气象不仅是交通便利，而且是科技上的许许多多的新的意涵，又有绿能的意义又是未来的5G、AIoT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据点。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也期待透过这样的公共艺术的揭幕，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我们大台南会展中心。了是观众欢迎收看3月24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国民党中央宣布由议员谢龙介代表参选台南市长以后，都来引起政坛真济讨论。现任市长吴惠嘛表示，尊重国民党的家内事，会以市民利益作为出发，期待建立一场君主之争的典范。台南市长之前，国民党中央确定提名议员谢龙介参选，真正予伊十当抹一剑。谢龙介表示，虽然非常艰难，不过认为山阁悬嘛有人开路，海阁深嘛有人过渡，相信全党的团结，攻破当场铁壁。主席讲说，我们在基层蹲了20-30年了，铁杵磨成了金箍棒，只要我们全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就算铜墙铁壁我们一样可以击穿，达成目标。俗语在讲，山较悬嘛有人开路，海较深嘛有人过渡。我们知道很艰难，但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执政是常态，所以不断的轮替。相互监督与制衡，
可是6都啊，唯一30年来没有轮替就是台南市，所以台南的乡亲跟我准备要写下民主的历史。30年来头一次政党轮替在台南市。面对嘉龙界出线，但市长黄伟哲接受访问时，对他表达恭喜，嘛希望介意共同伫市长选举建立君主执政的典范。国民党苏主席决定不来台南参选了，那我们也尊重国民党自己内部的机制，协调这个谢龙介议员参选。那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君子之争。那我们也恭喜谢议员谢议员加油哈！那我们希望在台南可以树立一个君子之争的典范。我们还是一切都以市民的利益福祉出发，不管监督者还有被监督者，但是大家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我们也同时是2个政党的市长候选人。我们希望说彼此好好的这个做一番表现君子风度给市民看。这里也是我们相信市民朋友们都在看的。嘉龙界表示，6都30年来，唯一就是淡市无轮替，嘛期待这摆会当写下民主轮替历史，让台南恢复到民主圣地水。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国民党23号伫中常会正式宣布提名议员嘉龙界参选担市长。对此，民进党议员参选人蔡立青表示，伊烦恼嘉龙界再次被国民党绑混淆出来做炮灰。24号上午亲自送花到服务处祝贺，会中甲2位参选人一来一往，花摇比杂足。议员参选人蔡立青伫议员嘉龙界被提名参选担市长的第一时间，就呛声伊要选市长爱先过伊这关。加讲伫支持者陪同前往嘉龙界服务处送花圈，并伫遮写下天下第一喙甲麦克放讲的祝贺。不过服务处执行长童小云伫一边讲多谢支持丁丁清，动作不断。会后也搁伫遮送上主讲动作吉祥物，希望国民党唔通互嘉龙界选无市长，阁无不分区立委通做双面空。祝贺咱嘉龙界议员来互国民党提名，咱嘛公开呼吁国民党，这届绝对袂当去放讲嘉龙界，未来若市长落选，市议员阁无通好做的时阵，老年失业，吼，嘉龙界，国民党一定爱来安排一个不分区的会议做。嘉龙界，面对蔡立青伫遮到嘉龙界服务处呛声，童小云强调，因无分哪力，就是当作服务案件以例对待。另外，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姚正宇嘛到场赞声，期待蔡立青选调才会当伫议会质询嘉龙界。党从来没有办公的这个，我们是选民的支持，所以这次国民党支持我们出来选市长，也是透过人民的诉求，一直请谢议员一定要出来。我们没有办公这种事情，国民党从来没有。如果说他需要对话，他可以过来，我们服务处永远是开门的。我们从开门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休息，所以我们希望人民可以直接来对话。我不需要有这种行动举动，这种举动是不可取，浪费国家社会的资源。刚才那个蔡立青他有提到说，国民党是不是会再放管谢龙介？我相信国民党这一次是全力支持谢龙介。如果国民党还有恶心，我相信我作为一个市议员的参选人，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会全力支持谢龙介。另外，谢龙介昨天有提到，他跟蔡立青的父亲是有交情的，所以他希望他在市议会等待蔡立青。蔡立青今天是来蹭声量，谢龙介有那种雅量，接受蔡立青蹭他的声量。他也希望他先进入市政府，在市议会等蔡立青跟童小云到议会去质询他，希望蔡立青加油。嘉龙界确定被提名选担市长，2位主角拢也未过招，议员参选人已经开始搬版面。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
目前正是议员并初选民调的关键。议员吴通良因为不满党内同志用以涉嫌诈领助理费议案对外抹黑，所以上午伫前往党部登记参选以后，报告地检署按铃控告江燕婷加重诽谤，借出来澄清谣言。市员吴通良由前民进党台南县党部主委蔡尔汉的陪同之下，24日前往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办理初选完成登记。这是小15年。小15，没错吧？对，15年好来。登记完成后，议员吴通良也来到地检署，市林申告另外一位同选区的议员参选人，因为伊伫网络顶指控伊贪污，要来申告伊加重诽谤。陪同的立委陈廷辉表示，党内初选应该是良性竞争，结果出现伫网络顶抹黑，只好以送纸棒。初选不要斗得过头，所以才中常会结束没多久的时间，马上就有同志在脸书当中直接指名道姓，而且是违反整个事实的状况哈。那他就是用了这个照片，然后甚至虽然眼睛打上马赛克，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在指明吴通龙议员。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说歪歌助理费，那这个部分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从我们给记者的资料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判决书已经撤销了所谓助理费贪污的部分。那已经撤销了这个部分，也就表示我们的司法证明吴通龙议员并没有去诈领助理费，这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为了党内的选举，为了初选，不惜伤害同志，只是为了要得到自己要的那个位置，所以这是非常让人家遗憾的。即摆的少年人为着伊家己的利益也好，为着伊的未来迄个位嘛好，不惜来伤害对方。我感觉这款行为呢，是非常痛心，嘛非常的可耻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互相残杀，才能得到你的位吗？为什么都不用正当手段的手段，用正当的手段来争取到你百姓对你的肯定？为什么用这个要打人别人的镜仔头来得到你家己的？这款情形，我感觉是非常的可耻，甚至呢，像这款人照交讲好做的人，未来伊要安怎有啥物资格通来做百姓，为百姓服务，为百姓口舌呢？议员吴通龙表示，参选人应该要提出对着选区内的规划，以及如何为选民服务来争取认同。对着对手的抹黑，伊会更加坚强，全力来争取连任。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澱水队2019年开始4档要整建148间学校的操场，今年底嘛将陆续完成。其中委托上午前往新兴公社关心操场完工的情形，嘛顺下走看卖，希望让师生甲社区民众有一个运动空间。为着要推动友善校园建构安全多元的优质学习环境，市长会伫9年以来不断地积极推动真侪项的校园软硬体改善措施，希望当予台南市学生有一个完善舒适的学习环境。接下来的工作还是会继续来做，因为刚刚提了，本来7个跑道现在变6个跑道，要转弯就不会转那么大。那这些东西都看见了校长治校的用心了哈。所以说，不管是球场，不管是这个水沟，不管是这个跑道总共我们这一波争取了86个学校，那总体有中央补助了6亿，是补助各县市里面最多的就是台南市这个都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那从我上任这样3年了，3年多到现在，总共在我任内的，不管是委员也帮忙，那我们也努力。议员也帮忙，总共有148所学校的跑道改善。那这一波是最多是86所，148减86等于62，所以这前2年多大概62所。所以非常感谢
各位。所以，但是我知道非常感谢新兴国小许多师生还有家长会大家的用心，提供孩子一个最好的教育环境。校园的跑道除了学生会当使用以外，住伫咧附近的社区里面嘛，常常到学校来散步、或者是运动。台南市政府积极伫咧4档内底完成148间学校的草场整建工程，希望当提供给学生和社区里面有一个优质的运动场地。我们的跑道因为已经使用了10几年，非常的老旧，那加上周边的一些树有串根的问题。还有呢，水沟崩坏的问题，所以呢，我重新回来新兴以后，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积极的来寻求改善。那也非常谢谢我们陈廷威立委能够大力的帮忙特别也感谢我们黄市长我们的市府团队也积极的协助配合。还有也感谢我们很多的议员也都非常的关心相关市府的垫付的款项我都非常顺利的来通过，让我们工程能够非常顺利的来完成。跑道完成以后我们不仅提供校内的师生来使用，我们放学以后我们社区的民众也都会到学校来运动。对于学校的新跑道都非常的赞赏。新兴国小除了草场整建以外，嘛全力推动校园的太阳能供电设施。目前校园内底拢总会当施作的面积达到3890平方公尺，预计伫咧4月底会当全面完工。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配合中央前瞻计划，积极整建三亚溪排水、伫文兴桥、甲万大桥陆续开工整建以后，永宁桥的改建工程嘛举办动土典礼，估计113年完工启用，希望对当地排水甲交通路网会当大大提升。三亚溪整治一直是台南市治水重要一环，经过整治以后，断面甲通水量得加倍，减少淹水。这摆永宁桥的改建，伫中央的支持加上市区省配合，总共开卖2亿，对改善排水、提升南区甲邻地交通路网有真大帮助。市长委托亲自主持开工动土典礼。在地里长甲议员嘛拢出席关心，希望愈期愈捷，第113年改建完成。动土开始1接头，开始比较年轻这个1接头，从动土处理年轻这个3接头，适合钢筋活动，气温上扬。其实三爷溪过去长久以来，为台南带来不少的水患。我们除了在上游的万代桥能够拉高之外，能够减少这个桥墩还有高速公路的桥墩造成水流的阻碍之外，我们在这边下游的部分也希望把永宁桥把它拉高，而且增加断面。那这样子增加通水量增加将近1倍，总工程经费高达2亿。那中央补助3/4，好，1亿6千万。那我们很谢谢水利署以及六合局的帮忙，让这个永宁桥的改建能够真正为地方带来永远安宁。好，干部局表示，桥梁改建期间会积极协调相关单位配合，减少时间对民众的不方便。嘛，期待改建对改善饮水问题，提升安全优质的交通。进一步迈当带动南区甲邻地沿线地区的欢迎发展。台南新闻本集何乔邦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但其不动产的交易真旺，民众要安怎确保买卖安全的相当重要。由房地产业者所办的大师开讲系列讲座，也下下晡特别邀请地政局长等专家学者来分析台南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分享交易可能的限制，吸引将近300位民众到场。台湾房屋致力伫咧提供上专业安心服务。自2019年起，结合台湾房屋嘉南区品质发展促进会积极运作，
已经连续多档定期举办大师开讲系列讲座，曾经邀请包含全联会营务理事长李同荣、成功大学法律系教授冯昌宏博士、专业建筑师邱浩文、律师邱佩恩等各领域专家，分享包含不动产趋势、财税法规、交易安全等专业知识。每场讲座参加人数平均拢超过100人以上，甚至吸引其他帮助业者嘛来听讲，称获好评。这次大师讲座邀请到台南市地政局长陈淑美，以及消基会分家兰分会主任委员黄雅萍来做分享。我们区域的重大建设一一在推行，所以大家对于台南的自住的市场或投资的市场都深具信心。那也让台南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呢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热络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台南目前所有的这个公共建设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到位。那包含我们的交通建设、南科北外环，好，那包含我们的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那以及呢我们的20几个开发区，好正。蓬勃的在进行。主办单位台湾邦欧台南市品质发展促进会会长张文龙表示，透过大师系列讲座，除了会当不断增进台湾邦欧业务动能、本质效能以及业务技巧，以强化市场竞争力，更希望会当借由产业界专家分享，提供民众一个学习专业知识的所在。消费者如果对于我们这个都市计划整个规划，他如果了解的话，对消费者将来要购物啦，或是呢，购置不动产，都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啊。那相对的就可以呢，让消费者呢很容易的买到呢真正他要的房子。台湾房屋要怎么样去来服务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把消费纠纷降到最低。所以说呢，我特别呢情商云嘉南区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主任委员黄雅萍黄主任委员来帮我们分享。这次讲座总共吸引将近300名民众到场吸收买卖房屋知识，以及了解台南市未来发展趋势。主办单位表示，未来也将持续举办各种多元议题公益讲座，亲近在地，影响共好。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新团长国宝级的得主，嘛是台南做大旗的祖师爷王永川，也是和上午由市长委托伫新农街老厝举行挂牌仪式，感谢伊一生为台南新旧的技艺传承所做出的贡献。台南市目前的历史名人拢总列了234位。台南市政府为着要纪念过去的历史人物，逐档拢会伫本市过去的名人故居设置纪念牌。24号，市长会特别来到王永川的故居，来甲家属共同来挂上纪念牌。伫我甲牌的过程中间，过去嘛有外国的即个土地外国的艺术爱好者甲即个工业爱好者，因拢不远千里为法国的为包围来，就是要了解咱台湾的大师大师咱伊的。即个做伊的真侪伊的毕生的功力，所以我想永传师傅永传大师，伊我想嘛是桃李满天下，对着咱毋但是有宗教意义，或者有工业意义、文化的意义、传承的意义，咱永传大桥，永传大桥。永川工业社创立伫1967年，以制作庙宇身段新桥闻名。王永川用独特的新桥制作技术，甲每一顶新桥拢做了亲像艺术品同款。嘛，伫咧2010年，由台南市政府文化资产登录证书，来甲伊登录为传统艺术新桥制作的保存者。奉上，我感觉对伊来讲是对于咧做大桥这世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坚持，是上界大的肯定啦。嘛是莫大的应有伫的。当然，阮遮的三兄弟有无？因嘛是秉持着伊的精神有无？继续为咱传统工艺即个文化继续维持落去，甚至连讲有机会，咱嘛会当行销去国外，安尼，谢谢，再次感谢，嘿。挂牌仪式除了市长，阁有当地真侪位议员，也阁有家属做伙伫现场以外。
台湾目前的工业艺术界真侪位的大师嘛，拢做伙来共同感念过去王永川大师对工业创造的贡献。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